即馬有另外一個案是永吉公司所賣一款蒙特勒炒橄欖油，講是意大利100%純的炒橄欖油，所標出講有透濫到別種俗仔油，甚至是有的炒橄欖比例無加4%。這種僥倖值也講賺要超過3000萬，檢方是依法起訴。檢調會同衛生單位獨執過去搜查，在片片垃圾的倉庫發現無共油品，當在加工製作。業者賣是蒙特勒橄欖油，對外包裝來看，主打意大利進口，強調100%的純橄欖油，但是查出產品是含大量的菜籽油，專案在14症結。北檢照實法定罪嫌起訴永吉國際、含關路國際公司含細園設立負責人攏總是的人。檢察官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、刑法加重詐欺、虛偽標記等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訴，申請沒收犯罪所得新台幣3760萬餘元。北檢發現涉案的兩間公司負責人是某仔囝的關係，甲達罐600公升的油，納入580公升俗價掛菜油，真正的橄欖油佔比是無夠4%，而且嘛毋是意大利進口的，是對 Costco 買西班牙生產的橄欖油來代替。這對某仔是涉嫌用調和油來當作是高級的橄欖油，結果提起賣，短短1年不法得利是超過3760萬。搬走很久了，你很久沒來這裡。登記到公司的登記地攏經無營運啊，但是兩個人做的代志，互檢方評判講，賣食用油已經真濟檔，明明知影國內已經有真濟件濫油的案件，所以敢若為了省成本，無得插消費者的健康安全，是利用人客的信任，求刑5年以上。另外，查某囝含司機是互檢車量較輕的刑。標示的不實的部分，我們是處最高400萬元的罰款。它的產品的部分，我們也都要求它就是全面下架回收。那目前也都已經銷毀了。這個濫油的風波是經過民眾檢舉才紅標出來。台北市衛生局已經下架回收消費8806公斤，嘛依法重罰400萬。記者綜合報道。